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上头认真，上头认真，上头认真。沙僧日记。本集由美颜相机赞助播出。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不用美颜相机的女人。醉了，女儿国。唐治2年6月19日，师傅说，女人在他眼里和大牲口没有什么分别，同理，她在女人眼里也等同于大牲口。哎，胡哥，你说你打这么多妖怪哈，你觉得最漂亮妖怪长什么样？哎，妖怪分男女吗？你有病啊！那你问我，最漂亮的妖怪当然是白晶。太白金星，玉皇大帝啊，白晶晶。你破了戒了，老沙你这个人真恶心，你真吓人。沿着我写的类型给我变一个。啥样呢？你看啊，大眼睛，双眼皮儿，高鼻梁，白晶晶，那头小嘴，齐刘海，锥子脸，一罩杯。那是按你自己的尺寸说的吧？我试试啊。试试啊，好了啊。你们在玩什么呀？师傅，我们在玩让大师兄变成最美的妖精啊？是吗？来，为师看看。师傅，怎么了，师傅？不美吗？不是，你们的审美太不常规了。哎，悟空，你能不能给为师也变一个最美的呀？行啊。明白了。变！哎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哎。魔镜，魔镜，我问问你，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我更英俊？有，有还是没有啊？分手行吗？没有，师傅才是世界上最美的男人。师傅，别往前去了，这石头有血，里面肯定有妖精。哇，这已经不是不识字的问题了。女儿国应该是个国家吧？莫非只有女孩没有男孩？哎，就说这里只有妹纸，没有哥纸。什么叫哥纸？就老爷们儿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只有女施主了。对，只有老娘们儿。那这里肯定没妖精了，那换个路线嘛，无聊死了。不，这个国家没有男人，那就有很多需要男人帮助的地方。我们一定要去助人为乐。好。哎，师傅，这女儿国没有男人，咱们去是不是不太方便？你怎么那么下流，这么龌龊呢？去的举手。走，走吧。姐妹们，没有鸡哪有蛋？没有女何来男？曾经有无数的姐妹来跟我诉说她们被男人抛弃的痛苦。我问你们，我们为什么没有男朋友？因为我们太优秀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分手呢？因为我们太优秀。这是什么？男
姐妹们 ，I have a dream。有男人！嗨，Hello，大家看这只，典型的娘炮 gay， 打着男闺蜜的旗号，心里却一直想着怎么算计你、占你的便宜啊，偷你的指甲油，蹭你的洗发水。我这种发型从来不用洗发水。哎，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。嘿嘿。大家再看这只，典型犟嘴的大男子主义，在家肯定打老婆。谁打老婆？你信不信我打你？这对我们女性同胞造成了莫大的伤害。你暴力狂死远一点吧。大家再看这只，肥头大耳，满脑肥肠，简直跟猪一样。怎么说话呢？我就是猪，但是我是一只温文尔雅的好猪。有吗？爱要做好事真，错，看这只，底下好像有人说我帅。哎呀，我才是最帅的男人，好不好？杀无尽，我杀了你！国王驾到！陛下，这4个人是我刚刚抓的国外间谍，他们想窃取我国的机密情报。误会呀，误会！我们呢是从东土大唐而来的。你闭嘴！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？哦，我喜欢，我所有女人都喜欢。不是，我也喜欢男人啊！果然是真的。妖精我也喜欢。这么重口味！你们，其实我喜欢很多东西，比如说那个花花草草啊，还有那个大牲口我也喜欢。大牲口！你们是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吗？我想说的是众生平等呀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？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得问问我的棒子。哎，金箍棒，变态。棒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啊，90、60、100，低于这个数据不考虑。最黑的这位，哎，到我了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？我喜欢温婉贤淑，清新可人，声音甜美，笑不露齿，弱不禁风，惹人怜爱。看来这个先生很传统啊，喜欢贤妻良母型的女生。那请问，这个女生你遇到了吗？遇到了。晶晶姑娘，师傅慢点。哎，老山，快点。哎呦，男人呀！干什么？哎，别动啊！别动啊！别动！停！谁再过来我打谁啊！打我！哎！请问这位姑娘，你为何要来到女儿国呢？不要我了，显得丑。真丑啊！长得跟我奶似的。姑娘，你先不要哭。其实你挺好的，你看你，端庄秀丽，秀外慧中，真的挺好的。悟空，你干嘛？我怕雷劈我，你待会儿别劈到我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也许你长得并不美，但是你的内心可以很美。真的吗？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外表只不过是一副皮囊而已。只要你的见识渊博，学识广泛，即便你的表哥不喜欢你，也会有其他近视眼公子迷恋你的。李嫣这就谨听公子教诲，努力回去读书了。
今天阳光穿过树叶的角度，仿佛那一年我与他初识，一切恍如隔世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？失恋？啊，我怎么会失恋呢？我只是刚刚告别了爱情，就好像我刚刚拔掉了我的智齿。好疼！你能好好说话吗？凑嘚瑟啥呀？那跟拔牙有关系吗？我想他是在用比喻这种修辞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标准的大龄文艺女青年。听师傅怎么说，师傅厉害。那个，你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什么都不用变。挺好的。谢谢。哎，你的手好白，好滑，好温暖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人间的4月天。这位姑娘，你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手工炙烤新德里咖喱的味道。不是你说什么，我听不懂啊。他就说让他下次穿球鞋手里边添双袜子。我已经很婉转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来女儿国呢？唉，累觉不爱，不明觉厉，人间不拆，和气了。什么意思呀？你们说的是？就你的文化程度，就别问了。姑娘肯定是有问题，让我替她来解答。是啊，我现在都想不起心跳的感觉了。那好办，尝尝我的棒子。二手流氓！现在有心跳感觉了没？啊？哎，这位姑娘，不论你以前曾经爱上过谁，既然已经分开，离人正如恒河之沙，不要被过去的记忆所拖累，放下包袱，你就会遇到新的良人。不论你以前曾经爱上过谁，既然已经分开，离人正如恒河之沙，不要被过去的记忆所拖累，放下包袱，你就会遇到新的良人。陛下，正如沙圣生所说。哎呀，你这普通话呀，把舌头捋直了说。正如沙圣生所说，那陛下您说一遍。沙圣生所说嘛。继续吧。正如沙圣生所说，离人就像恒河之沙，无论你曾经爱过多少人，那都是过眼云烟。关键是现在。现在？小的没有猜错的话，陛下您对沙圣生没有啊？那我就把他杀了。哎，那你说他会喜欢我吗？陛下，感情是培出来的。你想想，你这么的美艳动人，天下哪个男人看了你不心动啊？是吗？对呀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把沙圣生留下来。你有好法子？走。哎呀，陛下，咱们子母河的圣水喝了能让人怀孕吧？能啊。咱让沙生怀孕。你想想，怀孕10个月加上坐月子，那至少得1年。唐僧他们会带个孕妇吗？那不可能。所以沙生留下来坐月子，就可以跟陛下您双宿双飞了。哎呀，挺损的你呀！不过怎么才能让沙生乖乖喝咱们的圣水？不会露馅吧？明天早上我去给他们送早餐。好饿呀！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女神诏曰：唐僧师徒一路辛苦，今特赐
唐僧师徒每人豆浆油条1份，以示慰劳，钦此。哎呀，能再抠点不？只有豆浆和油条啊！不是普通豆浆，人家是舌尖上的豆浆油条，太少了。好了，有的吃辛辣。哎，上来了豆浆油条，我最喜欢吃这个了。您的，想给师傅。师傅的，谢谢。您的，哎，好，谢谢。这是您的。哎呀，我们豆浆油条管够，尽管吃啊！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吃吧，来。还不错哈。哎，你让他多吃一根怎么了？你让他多吃一根怎么了？你看他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？老沙，我都瘦脱相了。木匠，你怎么不喝呀？啊，我去拿点油条去。不会吧？站得很开心呐！师傅师兄，你们吃的可还合口啊？还行吧，很凑合。但是，一般早餐呀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5仁那个月饼。哎，那都不行。知道俺老崔以前在花果山怎么吃吗？早上一起来，大包子。什么馅儿的大包子？桃馅儿的大包子。一听我就没胃口了。桃馅儿的包子蘸酱油，一吃梗啾啾，一吃梗啾啾。哥，这不那你可是啥好吃的都没吃过。怎的呢？我当年在高老庄，早上起来一碗细沙，细沙知道啥不？沙子，用水过一遍，把水撇干净，剩一碗沙泥，整碗往嘴里一倒，然后嘎巴嘎巴嘎巴一嚼，那个味儿有味儿吗？哎呦，我现在想起来真的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，八戒？肚子疼。吃沙子吃的吧？这肯定是沙子吃的。哎呦，我也有点疼啊！哎呀，你们怎么了呀？疼，不行，别疼。我说你们吃饭不等我啊，疼也不等我啊！哎呀，我一点儿不。我畜生，你个贱人，你个贱畜！我看你没有为师长得帅。哎，疼死我了！你还吃？面对着一国的大龄剩女，老沙我也傻了眼。师傅，有字儿。爱情有罪，男人去死大爬梯。男人与狗禁止入内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狂欢节。哎，师傅，什么是啦啦啦啦啦啦？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是卖报的小行家。哦，原来是卖报的呀。卖报的为什么不能让男人进呢？男人也可以卖报呀。哎，师傅，这里是女儿国嘛，所以当然是女宾 only 喽。哎，师傅您看，海天盛宴，优质女大联欢。哎，师傅，看来有很多姑娘哎，嘿嘿，香香。应该很高端大气。我们走啊。